是要人念，看得见人来人往闹喧天，暖锅烧壶样样甜。你看汪汪的音算听过好啊！我要不要？红红的脸子多鲜艳，生女我不满眼子，买世界，就一股神心中中送爷爷。爷爷我不买爷爷买小鸡，鸡啼喳喳替我生女把年老天，把年老天。买一颗小鸡抱回家，精心喂养在身边。长大后，母亲见爷爷不生气，公鸡报晓。这样好啊好啊！你看那边有买鸡的，喂，买鸡的，来喽！哎，大哥，来，买鸡的，哎呀，这个鸡好大啊！那边来了一个小霸王。小霸王是谁呀？我在那有名的小霸王长得像。来，我们到那边。有根皮的马车风，地主过来爱相逢。就是万宝金归龙，都几几有东望路。今日里才是一老呀，唯一等他来击破东川龙。大小公，你们来看，他地上红圆罗明天相逢，龙宫心灵出有错。对，把虎处理难什么？一枝鲜花送天龙。大山公，哈哈哈哈哈哈！哎呀，闻听笛声笼罩，必定有好事，我倒要去看看你。姑娘，一招生，两招熟，我们来带带。哎呀，光听话的之下，你们快扶礼，爷爷。
样子哎，老公子哪过来了你啊？外公子来了，快！回来了。在营上头。好计，可他毛梳儿短头，尖儿小，身上出他双目有神，就是不经调教，也是斗技上的英勇了。魏延龄，这个气就送给你吧。这个机会已经马上看了。老公，魏公子喜欢就是魏公子的。这鸡明明是我先埋下的嘛，少啰嗦。这几公子一我就是要上了。哎呀，是我先埋下的。魏公子喜欢就是魏公子的啊！哼，你们这个太王云霸道了！我们买下的鸡，你们凭什么要抢走？啊，这个嘛，你的公子也。哦，原来是个王毛丫头。姑娘。他是当朝兵部上司的公子，你会去碰他？上司公子也该讲道理啊！你要与我讲道理，好，来，那你就求他带吧啊！是的，蠢！我那个气贼，还有晚上要去，我去。哎呀，真有趣！魏延龄，好几道水，不去试试吗？哎，当然要试了。今天你们啊，就登上输银子吧。哎，我师兄，你在做什么？没有做什么。魏延龄，等事情办妥了，我送你一件好东西。什么好东西？到时候让你面子分享。哎呀，真啰嗦。对，进去。进去。你快回家去！为何你不见我这毛上你没有空？走！公子，闻听这渔阳百阵有何意？穷尽荆棘些偏僻，老爷忙着理办计，三人为夫的，老夫人为见老爷是自心，明公子。曹王问我去送迎，唐时江山是天平，反正作乱是小事体，有比大惊小怪将人上。你不见我此刻忙得急，公子，这可是老夫人吩咐的呀！哎呀，我的好为国，你就先回去吧。等我对我以后，我再回复啊！公子，公子，
回来，老夫人内外不喜意。我的儿早忘亲恩地为重，他的是他一去一到三五多，成都是养儿育口不为好，我却是西上花度心不安。今日里我娘来了小姐，谁可以早为公子进良缘？从此后，公子定能改就心，老夫人你不用担担心，可表小姐花容月貌心温婉，与公子一对比人很难买。成了亲啊，为父从此凡事辛劳不才，你小口常开把对岸。长成了一两对早美손 좀今日里一笔把这从见面成了情，心头一定相安。但愿得一马一早能守将无心愿，出大菩萨去还老夫人，这就找一些娘公子和表小姐完婚。是啊，等老爷早诊所啊，我就为他们设计完婚。哦，不用待会，我要表小姐在府里住上几天，你们可要好好的是。是。公子回来了。哦呀，阿弥陀佛，总算回来了。哦，不用，公主回来了，快去请表小姐来。是。母亲，哎，母亲，哎呀，我的小冤家呀，你怎么到这个时候才回来呀？母亲，今天我得了一只好计，真想爸爸微风，都怪你。偏偏没为，要我到牢房去请过，害得我们一对门3个回合，就死了100两银子。怎么？今天弟弟请安，难道不应该？银子嘛，死就死了，不必大惊小怪。不过100两银子，你赔我，你赔我。哎，你一回来呀，就我准供了我。好，只要你少在外面上午。娘就给你银子，即将是以去向慰安及公主指令100两银子。去！母亲，你真好，你真好。少来这一套。老夫人，表小姐来了。表姐，你又问表姐来了。表姐
亭亭有礼美不上。金雕玉领风又是马母亲生寄来了表姐好拜堂，是这样是花轿子我诚心上，问问他郎他还礼，不曾娘困起来，恰日今雪是一来。哎呀，你们怎么不讲话呀？表姐，表弟，表姐，多年不见，你越长越好看了。哎，我的小冤家呀，你讲些什么呀？我讲的是心里话嘛。表姐，你真的大变样了。表弟也比30可比了。是啊，我也长大了。表姐，你一向可好？他不错，表弟可好？我很好。表姐，我常常想你，你也想我吗？哦，英儿，快告诉为娘，你弟弟在灶房忙得怎样？弟弟在灶房嘛，还不是每天忙着上你军人，他还对你嘱咐些什么？还不是老生常谈，什么读书要用功啊，不可浪荡。哦，他还给了我一幅图啊。什么图啊？弟弟是叫飞龙图。画笔动，4儿自人几途中，他要我安慰家中，这属于命。花中红，爹娘脸上眼光用啊！母亲，你放心，再不夸儿子为家要起来，不人龙，难道未必从人中要做？我儿到死去用功。母亲。
而用思想能用。他还是这样爱之情不真用。玉慧啊，你虽然比他长了一岁，却是比他懂事的多。你往后啊，你就帮我多开导他。你我一无是得高旁中交友花，表里他秉性应无气并用，生于我闺中女儿真相比，源于表里同乡可笑成欢你听，你表姐讲的多懂道理呀！表姐说话我也爱听，爱听就好。王儿啊，你就多听听表姐的话，记住你弟弟的教导，不要常到外面去啥事生病，要好好在书房里用功读书。是孩儿一定像这飞龙一样，腾云驾雾飞上天去。好，这样就好了。哦，云儿，不要到里面歇歇去了，你就在这里，就我好好的管教他。姨母，母亲，你放心去吧。哎，去吧。母亲要你管我，那你是怎样的管啊？这个姨母喜能作证？不过表姐要管我们，我倒是不管的。表弟几年不见，还是这样的调皮。几年不见，表姐你呀有点老气忘去了。表姐，你平时在家做小气，不过在家不读诗书，注真理。哎呀，那岂不要闷死人了？哎，你可惜我斗鸡，对不？哎呀，真有气！哎，母亲这几年把我的鸡元赛上身价就拿来，我叫你斗，你怕说银子？哦，不要紧，你要是斗输了，我不要你的银子。表弟，我们不对气，来对死可好？斗死？我出过上令，你得过下令。我可不高兴动这个脑筋。表姐，晚上我陪你到花园里去，常去且种林。不，后天色已晚，花园改日再去。晚上我陪你在书房里读书消遣。消遣我要读书，那可不成。那为什么？你不知道，我有病。有什么病？头痛病。头痛病。哎，我一看见这些书啊，我的头就痛。表弟，我记得你小时
呀？原来是子表弟。曾记得同桌读年女你聪明曾先生只夸你长大能成才，我的我因此高兴恰比却为何你别得了这头痛病，恰叫镇上百姓听。与你母子少生计，长大教育破一间。你可知花花世界多热闹，城内外门入房中把数年。因此让我拿起书本都要痛，挣钱的斗鸡走狗，为了逛街好小钱。说什么斗鸡走狗好小钱？难道你稳稳整整到8年？你可知今日少长不努力，老他伤悲悔无尽。你可知人生在世有几年，节日迎落最危险。倘若是事情烦恼，是讨苦，死了后是我交账到阎王的。你何来莫看荒唐言，怎能够功名前程可在你？却和我老不长进，也不怕浪荡从此成意。要你表姐不相依，我与你浑浑噩噩到8年。真的呀，表姐，表弟。何况你常出门的家落地，你这样游山好言，真出息，不亚无成人情情。当表弟有堂要收敛，我若修成面，莫问好年华，永长共同虚情。莫问了无成多一心真不见他的名要注定。你笑什么？我笑你呀，年纪只有17岁，讲出话来都像70岁。哎呀，我讲的都是肺腑之言。哎呀，我的表弟，劝表弟好像昔日下雨天，一天一天我的肺腑言。
我为家世代作业有功勋，生死写下可齐天，有家有事有钱财，唯因我今已鸟着自成心，谁人见了不屈服，天不用多为你，到将来锦绣前人不用人，头非用我心碎呀你，到书盘卷有用表姐呀，我俩听着是一丝恩义恩爱相他是我表姐杨永我才从洛阳来的。杨小姐，小生不好，有礼了啊！小生早日用，也有一礼。不过，表姐，他们都是我的好朋友。表弟，你在这里看，我去看看姨母去。五公子、少公子，请用茶。为你啊，想不到你那表姐竟有如此人与落言之用，并有绣花之貌，今日一见，真是三生有幸啊！嘿，她是我的表姐，你需要50不到。五师兄，你才当得了。哦，为你说当得了。哦，不挂不挂。哎，刚才我们分手不久，你们又来找我做什么？哦，两边又有什么好问题啊？我以为五师兄是给你送礼来的。送礼？什么礼？你，我是兄弟。为的，你不是喜欢他吗？哎呀，我是开开玩笑的呀！你怎么把这个黄毛丫头带到我家里来了？我认得。哦，我看吴师兄啊，你倒是真的喜欢他。哎，我来替你做个月老，你就把这个姑娘带了回去吧。姑娘，我看你长得美貌，可惜家里贫穷，依我看，你还是嫁给五公子吧。啊，来，嘿，王公府里在王明，做一次难懂民女心，等你郎今我不应，妻子你好门，你归去，你不走，回去才不恨。不见我好门恭喜，才回去。我弟弟也要来一个，我答应也要你来答应。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？哎呀，这老夫人，外面来了惊动府尹大人，老爷不在家中，有事叫他到灶房去拟。府尹大人说非令求见老爷，他是得来查案的。府尹大人说，有个老头告我们府中有人强抢民女，实无此事，委屈一定严刑吊命。实有此事，他想面见老爷夫人商量时候处置。
哎呀，你这个小孽障，竟然闯出这样的祸来！母亲，我没有呀。你能快放我回去？老夫人非大人也等回应。姨母，那老儿既已告上，本快把人放了。知府大人指示设立，非要不转阳开去，义务的官身两也无妨。为儿，你赶快把他打出府去。来，你转话府尹大人说，这女儿是一丈无为，叫他不必再张。是。姑娘，随我来。你这个小冤家！在境外有声望，你偏偏不读诗书也浪荡。我待你回京时步步计较，端起这个眼神娘。只怕你切莫尽心把无常，恰不了你强抢女。我人王表弟，唐家却是乱世法，叫你不知后，你打他。我今天非要当你冤枉！快！我这里还舍不得当他，他到西海去冤枉来了。姨母息怒，我是没有抢过美女嘛，你还没有抢，不信你们接讲。那美女是王公子抢去出来的。哎，你听啊！好了，子娘冤枉了你。哎呀，不过刚才你也不够检点呀。都是娘不好，都是娘糊涂。表弟，老夫人，公子哪是不好了？什么事？老爷直接到紧急禀报，刚动洛阳失业，务兵紧逼长安，老爷要无家西迁。母亲。西边
上往避难才的来轰轰冲散了一家人，幸福全家皆他恨。逢凶化吉刻在心，这荒野不是久留地，寒风劲，万须望这兵在大营。为问他所思的寓意，老夫人，我们快些走吧。哎呀，老夫人，这里不是久留之地，我们晚到西头再见老爷，一路上也不怎么这个老公子。江山已保不治了，你这个公子国还要杀什么威风？自私！滚开！欺人太人了！你想造死？
罗师兄，我是韦英啊。哦，你是韦英啊？是我弄得这个模样。到南途中，母亲表姐失杀，不见踪影，是已被杀，即将难离。银囊被抢，身无分文。我又被吴兵刀伤，伤痛难忍。不想得女兄实是万一。我有要事在身，我不打你同意。吴兄，你就念在往日之前，救我于水火之中。哎，世事多变迁，好事终不息。我武豪刚有立身之地，我哪有寒空来管你呀？吴兄，好吧，快在往日之前，我就给你织上一条生路。好，好。求生路不往前去试一试。你要我去哪？岂不知英勇实事当守边。我的父爷的家乡升高贵，我才能荣华富贵保为先。你此去终归不能从容，夜深时饥寒交迫闻民间。可知一头外老山为夺富贵做女人，为我饥饿交迫我民间，难道是生路比不恨人？刀伤之痛痛裂心，流离之苦他过生。我本是大唐之民，中原人岂能够盘骨头的去求生？你们的路我不能走。我好意之点，去不去我就关不杀了。我不得我了噻，我不得我了噻。滚滚的疼
莫分开。愿与小姐情相配，小姐这光叫你为欢喜。临近他这一幕事，都必在。令少爷无家往西走而去，说不定老夫人和公子再过去了。我小弟，我们也往西去。老爷是的。这不是公子的好友五公子吗？呀，对，我就是五豪啊！五公子，可能看见我一幕表的？没有看见，倒是见到了吉祥。姐姐，他在哪里？他被弄进了无影。让我表。哎呀！听说为营业的在逃难途中已经遭害了。表弟，为业的呀！杨小姐，对花马路不难了，快点走吧。哎，杨小姐，你一说我啊！落叶已经失忆，我不能委屈，事情一谋杀杀，表弟，我也无法口想了。哎呀，是啊，单身女子路上饮酒都有不便。哦。不是在木头王听报小姐并为无事，是哎，万难相助你不用事，事情无傲已有了生之地，小姐只管放心，慢慢的在行走里的亲人。没了！哎呀，好小姐先生，快，阿志。多飘零。
爷爷出门采药，接诊时病去了。哦，你爷爷还是个医生？哪里？这一想听门户前请医，我爷爷杀死草药，就全当医生了。如今啊，倒是比这小酒店的营生还要忙呢。这也是他老人家的一片一心啊！是啊，对了我们穷人。大叔难得到此，进来买卖可好？哎，城内无非王爷，妹妹来住，只得到处走走。嗨，何则才能广富山，重整草纲，让我们黎民百姓也过上几天太平日子。衣裳是七所
此彻天朝水。我心归难当，我心归难当
家邦，一不做营商，做工匠，更不懂家生做农商，怎能够到处流浪来乞讨？交朋难敌呀！后人到谢地方，万一个儿孙，哎呀呀，浑身都冻僵了，身高万有伤。对，先把他扶为殿中，管让几口研究，也许还能活过来。
菜，药菜呀！快给爷爷烫一壶热酒来啊！啊，来了来了，爷爷，我早就烫好了热酒，等你回来喝你。哦，好的来来。爷爷，这个人东江的谢队长，我把他救了回来。你看，灌了几口热酒，总算我过来了。哦，快去找一碗姜茶来。哎，怎么又是他？爷爷，你不给救他回来？哎，他身上有伤，东吴谢帝，岂能见死不救啊？都是他，也是活该。你为我这样说啊？爷爷，你还不知道，他就是江湖强强、武力吊销的那个上市公子小霸王。啊，是他？爷爷，想当日你穷我怒把我抢，害我险些落虎坑。今日里冤家一路来相逢，昔日仇恨岂能忘？任凭他东施西地除非光。我的俄罗斯，我要康复到他，虚着俘虏。孙女孩呀，须看他夜间遭难生女丧，方在他儿女丈夫去无路，看起来还比明天亮。眼前是我大唐人民，今日起揭开同日理应当，药材啊，落井下石不可做，女人为官要有度量，见死不救伤好你，我人也明得青春夜晚少，咱能够感谢贵人来日长。话虽如此，不过啊，我看这种人立心难改，只怕爷爷把救了他，好心没有好报。哎，救人性命，岂为图报啊？啊！哦，等他醒来了，我们好好的规劝于他，只要他能祈求图心，做一个有用的人，也是我们祖孙做了一桩好事啊！啊，快去烧姜茶来。是。我的俄罗斯，我不。这是在哪里？我还不在。不，我不能俄罗斯，我不。哎呀，你快坐下吧，快坐下。你是不是？他就是我的爷爷。是啊。哎呀，你自己看一看。哎呀，站也站不是，我还想到哪里去呀？哎呀，你看，外面风大些光，这个样子，还想再去送死啊！哦，死了，到没我心了。哎，你年纪轻轻的就想死，我让娘你去死，也就不会救你回来了，魏公子啊！不要再叫我魏公子，叫我魏英就是。哦，好
好，你能懂得修鬼就好啊。好，魏公子啊，现在此江西等风雪停了，我再送你回家。回家。我母亲为国起家，母亲在到南途中14上为人一人俘虏至今，我女儿再回去了。哎呀，我看你身上有伤，有十分虚弱，好吧，那么你就暂时留在我店中，以上养性，稍后再做道理。伯姑啊，你要是因酒瓶不给，我还会把你滚出去的。是快起来！爷爷要跟魏公子再去弄一点草药来。你做2只鸡，交给买鸡的大嫂去买掉它啊。爷爷，买鸡做什么？怎么，你傻不得了？妈，魏公子要读书，我们卖掉2只鸡，给他买几本书，再买一点子母回来。爷爷，你为我不早讲。我去挑2只最大最肥的。那一只大公鸡可要留着啊。我知道。那只大公鸡呀，勇猛结实，上无有成，宽家报效，是把好生。这都是魏公子调养出来的。爷爷，魏公子呢？我替他煎着药，他该喝药了。他到河边去洗酒杯了。哎呀，爷爷，你怎么又让他去做这些事了？让他活动活动有好处啊。他的上腕刚好呢。爷爷明白不妨事的。你呀，当初要把他赶出去，实际你也懂得关心起人来了。还不是爷爷教我的，爷爷替他治伤，叫他重新做人。生女我照顾他汤药，关心他的饮食，你讲应该不应该？应该。但愿他能真正的祈求读心，悔过自新，也不枉我们祖孙救了他一丈哦。爷爷，我看魏公子啊，倒是和过去不一样了。在我们家里住了6个多月，天天老老实实按门守纪，肯做事，要读书。看来他真能改好的了。所以啊，你就不再把他赶出去了。还不是爷爷讲的，救人要救到底么？好了，快去做鸡，爷爷要拆下去了。
家掌柜。两个人。魏公子，你来了吧？哎呀，这没有。妈妈为谁款的？哦，你是进去喝呀？左儿，帮我多换一下点当，我去把这2只鸡交给买鸡的大嫂。买鸡？做什么？我这里讲，姑娘，爷爷讲买了鸡，好给你买书买字幕。你们做生是此待我，真不知将我是何关节才是。你呀，天天就是这2句客气话，哪不要听？好了，我去就来啊！红姑娘，快来啊！爷爷，大哥，凤爷爷在北岗上采药，不小心跌了下来，一上了药，刚好我路过看见。爷爷，你伤得怎么样？爷爷？哦，不要紧，不要紧的。哦，我猜呀，把这些草呀拿去洗一下，等一下煎了，好给魏公子吃。爷爷，你是为了我？哎呀，你不用急嘛，我这把老骨头哪里就这样娇嫩啊？将些几日修为好的。哦，姑娘，快扶你爷爷进去讲噻。凤爷爷，我还有事，明日再来看你。多谢你了，多谢了，多谢。我扶你进去。让我来。去买鸡了。爷爷吩咐我不去，他要生气的。爷爷，魏公子，爷爷刚在这。啊，你帮我多换一下电话，我去就来啊。是赵师兄。哎呀呀，魏延的呀！自从与你离开之后，我是到处打听你的下落，所以的想念着你。想不到今天会在这里与你巧遇啊！赵师兄到此作人。哦，云阳镇上的李二相公要我前去对击，我是路过这里的。哎，我方才看见一只大公鸡，正是斗鸡的猛将，故为我追着前来。魏延的呀，便是使我到这里的呀。可你又是这样的打扮？做人之后不如离散，我懂事些的，多亏这家主人相救，才有我安身之地。哦，这救定之人，倒还是你的救命恩人哦。是啊，方才那位老爷爷为了替我采药，跌伤了腰，
是知他恩他的，真不知是何报得才好。这样的恩德是非报不可的。老爷爷为你的伤了腰，不能再做营生，你应该为他分他的担子才是啊。谢谢。可你这副光景，真是力不从心哦。我这里有10两银子，你先拿去吧。我正好要你的银子。你我原是好朋友嘛，分什么杯吃你？拿去吧。我为您想办法。你有必客气吗？这样吧，你把那个大公鸡进我，总可以了吧？不，那既是我恩人所养，要他开价报销是不卖钱的。你不肯收银子，又不买鸡，这。我眼里呀，我倒有个好主意呢。那公鸡的船队，你帮我担运，对机场中走一走，把银子才到手。你要我去斗鸡？不。居民们当保证，年天为难要家眷，无银子空在几，举手牢，有了银子多用我现在一片好心为你设想嘛，就这样设定了。我先到李二相公家死去一位，所以再来让你同去对鸡呢，好吗？就这样啊。我理该为他分条大子，可是买了鸡又能换得了多少钱呢？对鸡原是去水塘，再生只能当保证。了解，我可以报恩，还可以把谁输来。去对上一次，对，就是这一次。为公子，道你起初土心有主心，才知少平方与不分心，还在夫心不忘娘里，辜负了夜里天庭。
魏公子，爷爷，你到底是为了什么啊？冯爷爷，你们接纳眼神，为了救我养我，还跌上了药。我心中不安，我想有了钱就可以为爷爷分条重担。哦，有了钱可以还债，还可以报我的恩。要是都输了你，好，一起呀，一起呀！哎呀，魏公子。有才他恨铁骨成钢，老官无同心也身亡。夫人誓言真不忘，岂能真是不得当？爷爷，我就去斗上一次，下不为例。不能呀！去一次也有2次，3次4次难阻挡。杀阴间不义自在的真安心，杀书间验在你肯真手掌。你咋为我从有色嫉妒，更比腰上土外上，我救你养你七度高。再望你他太顽固自坚强，句句责备，次次责骂，深深规劝不从心上。我以为我听受苦，一度心软，有才只一念糊涂，又把情路上，谁要实做真水长，月夜日日上下当头旁。这就对了，这就对了啊！我虽然受伤，只要敷上几天草药修为好的，眼前的日子想个办法总能对付的，你不用急。万不得已，乡亲们也会帮助我们的，还用得着你去斗鸡去迎敌？是啊，魏公子，今儿要是后山光不了，你回到了自己家里，都去走过那些勾当，千万不能再管了啊！爷爷，我一定牢记在心。好，好啊，好啊！万不怕我爷爷进去讲噻？爷爷，我你进去。哎，大相公有心必行，真可马上回去。哎呀，大相公啊，少夫人啊，他守在哪里？不肯走了。哎，我好意对他才有成，他偏偏要伤我的心。哎，不管，这里有家小酒的，
10万清的，就被少夫人这次谢谢，大相公都是有我去的啊！是。这个我都想起来了，哎，大相公，来，大相公，啊，是他，哎呀，妙啊！快，哎，殿下，殿下。哎呀，姑娘，果然是你呀！不是冤家，不是谁呀？你在做什么？这里是秋地，我是来饮酒的呀。我们的酒早已卖完了，请告别出去吧。哎，姑娘，气不走，气生财，真亏是此代代衣食父母。姑娘，快把美酒来呀！比那个去你都体面的多了啊！你来做什么？哦，是不是也是来请那姑娘来的？休要无事。哎，你不要忘了，上次我将姑娘送给你，你不要还给我做了媒人。如今这姑娘早就是我的臣表，今日重逢，可算有缘。你理该这次女人才是啊！过去荒唐，逍遥在理，可是事情再不能欺负良民了。良民，你也成了良民了。少啰嗦，不能进去；最快不能进去。少祸害！大相公，这什么？小姐伙你他受委屈了。去！姐姐，哎呀，公子爷，你怎会到此？我被吴兵抓去为马当差，被表小姐知道了，是表小姐把我说了出来，留在身边似乎表姐她，表小姐就在外面。哦，娘子，娘子来了。你别不要委屈。委屈。表姐。意外相逢，今。
去到武将府中赴宴陪着去了。表姐不在家中，她几日才能回来？这么难事了。哎呀，这，公子，你就在这书房里住一回吧。在这书房，这书房是今日表小姐宽恕休息所在，不像我家丁们是不会来的。表姐她上来说啊，表小姐遭到公子手为，受了吴相公之骗，被迫成婚。后来啊，夫家又装在这府中，表小姐思念公子，就上到这书房里来。就这样，你可知我把那酒店姑娘抢了回来？我不知道。哦，公子是为那姑娘而来。是啊，我得来恳请表姐救那姑娘出去。那我马上到武家府中，请表小姐早些脱身为夫。就这样，你快去。哎，公子，你可不要出去哦，免得将武将幸福换结了往生之劫。我今日唱的是旧家门，那是神飞天北文，这一夜华东漂亮离人给，我人生一传心，这所万人长天放，盼望四方万里我回忆给我们家所人都是真，今世之前一片根，都不伤心，生悔恨。恨当初空有宝库，我不肯到如今要想投诉，我天埋怎么自保守他人。
在这点一面马在金，恰见他美女引路恋人情，想当初守望全都已可以，苍天我想今晚总以为两心似月长相寄，有谁知他南岭的高欢喜，标记呀，来世别去难远离，太子他你未能家的残落心。太蒙问，到如今方色是非心迷雾，想当初一然欢喜大千金，到如今方知一问非相属，想当初杨真初也情我落，到如今方知民间有些苦，想当初黄莺夫妻七八心，到如今方知百姓恩义多，同是诸生恩难报，姑娘有难我当举目，我定要恳请表姐来相随，我愿赴汤与好万国的表弟告诉我，倘若我回家来，只可
姑娘早这样，我倒是设法去将人救。会不该好一个老人多容，会不该丢房给争取风，会不该将良医当作耳边风，会不该轻易抛下飞龙图，会不该把青春年华痛夺爱送。今日是一起梦，今日对路的时候，你将让青山从不为，出太王国要成龙。公子，公子，要说起来了。我去打听一下那强烈姑娘的下落。我好将强民女，我还蒙在鼓里。不用，你即将东去，我好上边为将，只怕误会掉了。你虽说，我已知道此事要见见那姑娘。
结婚。表弟，你何曾此言？你能来看我，我已心肠茫茫，只求表弟原谅。表弟，我不知道。又是做事做人也不不要客气，公子，住手！那姑娘我在后院之中，如果真在劝她，那姑娘马不在口，不肯依从，我们就要小气之名，将她带来了。你们还放我回去，你们还放我回去。姑娘，你不用害怕，小心姑娘来了。姑娘，实比我表弟前来相救。我不知姑娘才知，害你受尽，方不见怪，此刻就放你回去。啊，姑娘，为了免得日后再生是非，盼望你终身离开院子，另奔他方为是者。夫家，表姐言之有理，我们回去和爷爷一起商量，即可搬家。表弟，今日在得知青中路，我怎能让你再受漂流之苦？望表弟长留辅助，以待我做断续。千里日子我已过关，我女在乡村茅屋桥房后山上光，表姐好意我心领了。表姐，三年的知情之情，就请将这飞龙图4万与我。飞龙图，
为公子母子团聚百万堂，总以为从此能过太平日，又在这苍上不平脸在黄，何日里风调雨人李子明，黑夜无情明哀堂。爷爷，爷爷，哦，你看呀，爷爷，乡亲们都在传说，今天来了一位京兆府尹魏大人，奉旨前来云阳，提出在庭，正气传浓。哦，是真的呀。爷爷，听说魏公子新进得中进士，做了官，做了官了。今天来的魏大人，会不会就是他？爷爷正在想念着魏公子，要是他来了，我可要请他再来吃上一餐粗茶淡饭，叫他不要忘了我们穷苦的乡亲们啊！爷爷，你家的麦地被人家打完了。爷爷，你就光头乱着乱踩，把青苗都踩完了。岂有此理啊！那他们为啥？月才啊，你在家准备准备，哎，我们快去困困吧。大相公，兔子不见了。喂，这里有人家，先进去歇歇，等一会再去打字。
苗帮着土，对你们乱打农田为所图。老夫的庄稼要被杀，老夫的庄稼要被杀。大相公，对，我的老爹，什么？你们跪在大相公面前撒哑？这正是打破天无米次，那是剑刀千秋战，今日元将红牙龙。后也无此色广东，恨也不把太傅，你毁我张家先本法。对比自然也难道不？你不想我了，我这大相公那是内地总管王公公的管少爷，管少爷也要赔，赔就将你生女被拘捕，带着你，二天求用，有人幸贵，恨也不罢，毁天害命。我要到有司衙门去告你呀！我去打听打听，哪个衙门关进你的嗓子？怎么？你还想那魏婴来与你插头？那魏婴身空得中金子。此今是金少无影，这也本当初是在你家中的落难公子了。老德，我还是放老身体。不，我不行。大当天下，难道就没有王法了吗？王法，王法把司令同赔。王法，我教你们知道什么是王法。来呀，将这些刁民打到有司衙门，把老子。你这为我的马蹄休想，为我的马蹄，为我的马蹄。姑娘，我家公子奉旨前来，启出灾情，不来狂妄凤爷来了。凤爷爷，
房子在龙也在远，有才子偏偏路上为难爱，还叫我牵上花路送爱。老夫人，表兄起来了。哦，老夫人，我的好孙女呀！自从你们官出府的都城女人回来，姨母天天在想念上你哟。姨母，方前新居属母传授，必向姨母请安，帮姨母施罪。今天的你是老夫人，哦，老夫人，公子回来了。你儿回来了。表子也来了，英儿，听说你正在这部舞哦。是啊，我为上农里当事人民，领养百姓将他高人我身，哪知他已经为财前了。啊，韦大人，少夫人特地陪上儿女一问，请韦大人笑呢。表姐，这是何意？少夫人，你去说吧。哎呀，云文啊，你有什么事情你就讲吧。姨母，表弟，老夫子方人民，方听着百姓上告府衙门，方表弟万年表弟马亲。忙开一要留表姐你，英儿啊，哪位的表姐姐来讲情，你要三思而行哦。是啊，少夫人和韦大人是以表之亲，为什么是不好商量的呀？见表姐言语谈吐真不听，不会一望才得见，我比那种女人。方大人快出在府里。表弟，表姐难得到此，这位李大人。我就全气收下，这是鸳鸯一案，至今只有原告一面之词，国王不来当面申诉案情，真相难辨。这将我受责任而定。是啊，我不叫你，婴儿就要为难了。表弟，我他只要韦大人顾及知情知己，了解此案，我家大夏公啊，一定马上登门讨喜。表弟，我他此刻在家，我在家。不过啊，说起请大三公前来。是。少夫人，你在这里等着啊。老夫人，公子，红姑娘来了。啊！你这位到此，是我请他来的。母亲，老夫人吩咐不是为了何事？红姑娘，你祖先举母婴儿与他恩，他恩必报常须行。愿将你一夜日子从公里，愿将你收养身边到青山，再祝你朝为首长大事化小，开红亮。老夫人何是此意？我怕内病越靠难抗争。母亲，一个红姑娘你可以收留，
可是我有许多人来百姓，你又当是我儿子这个，哎呀，我是先过了爷爷再说呀。墙外观堂昏昏一个人，为啥子？难道你一早得意就要逼他龇牙离名？表弟，我当他为不好来救济。问父子阶级来送信，母好汉在皮内地，王公公出面我愿意答应。因此上千里后兵临我来，要表弟了解此案，我再问表弟查知不寻听，要将你存个路才明。因儿啦，请举广东要武林生，当表弟要为先生心存恨，为啥子？公子不相公来了，来得正好。姑娘暂且为例，为我才你即刻去到扬州4日，有请。为爷的师兄一谋，好，轻松为爷的，你某次论去送死府邸，又加辛苦中居，真是山西临门。我请我来时，世居人们仿佛见过啊！我师兄，云阳百姓将你高下，你理该去到府尹衙门归案。哎，区小事嘛，好的认真，我们就在这里商议商议。公子理该到衙中审理。娘子，表弟啊，为爷你哪里的？这问李大门，倒是十分风啊！哎，小意思，小意思，这乃是我官的王公公亲事，我特意送这为爷的晚上呀。可惜我不为失方，是见远必谋啊！为一初得朝廷有力气，立业这是要相聚见。我忘了你我昔日曾之交，今生郎就有牵连。我忘了你今朝府尹滚过他，我来临滚的情深意，更莫忘当年交往陈公子，休得要得意忘形少见也。是你，你分明是无事有比，因为某些不起恨，而为姑娘私情情，自动来呀！要不好，要了，是什么？我这里有我关帝王公公的亲笔书信，你一去，快来！
好似权贵压人去求荣，难道什么深夜后伤痕？不难言。大人，你此情劫难，我能两尽，却不能放纵豪门非王爷。我冯家的私事不做人，这就你莫忘天下有苍生，为自保我官贫弱势不牺牲。愿为大人报亲命，红姑娘，云来大义，偏要生，为因我官调天命，哪里去？娘子，姨母，婴儿，你不为国报身躯，你就是一生从主人。我受尽颠沛受尽苦，好容易母子团聚老天来。昔之前母儿苦在大真老母真开，父与父女度余生。婴儿啊，一番心血当珍贵，绝不能让飞龙失于老儿成恩。儿一想，真不尽心好爹人；儿一想，无依无力过一生。真乃是在无苍生有为凭，天在人我陪苍生。儿为官不是多业，夜夜流亡陪风云。儿离开结民业，宿民困，引动杀心求财恨，某天儿愿为放纵，不然愿是做什么不人人。儿不做铁太昆仑970，儿要做神元蛟龙生死恨。父亲，我愿以奉婆娘为表率，呈现表弟大子，也为他人。一怪动物一根毫毛，要知道我跪的王公公的亲笔书信，不是把写的。黄花迢迢难行行，一怀不正的安乐山，都是他当应责人。河山黄河已累了吗？要生有必心贵人，今日我不去诽谤丢前人，你会上弄的当世人命。本国的立场是王爷，只为了一民写原本。来，将府后押送押中，即刻升朝。